阿義兄你好，劉高慶咧第六本嘅即係外傳咧就嚟出嚟啦。咁咧呢本就元芳喎。嗱元芳咧呢個人物咧就同以往唔同嘅，佢係一個原創人物。究竟一個100%原創人物咧，創作方面係難咗定易咗咧？我諗其實個難度就係在於你要好小心照顧到就係陳某佢喺呢個角色嘅開發度去到邊度，即係譬如話之前我哋講嘅呂布嘅時候，因為陳某好喜歡呢個角色咧，咁佢可能已經開發到超過80%嘅時候，其實你能夠發揮嘅空間好少。咁當然你都要再兼顧翻呢個角色，譬如佢喺《三國志》或者喺史實入邊，其實佢未被開發嘅部分剩翻啲乜，咁所以嗰個可以話一個挑戰，亦都話一個難處。咁今次處理元芳可能比較好玩嘅地方就係其實佢冇乜特別史實嘅包袱，因為佢係一個杜撰嘅角色。咁但係同時佢陷入一啲史實嘅大事件嘅時候，其實佢仲剩翻啲咩位可以去開發咧？其實我自己比較着眼於呢一度。咁所以可能我比較有興趣處理嘅就係第一就係佢如何成為魔王嘅過程，同埋就係話佢同佢父親嘅關係。因為其實好老實講，佢同佢父親袁紹其實如果你相比起呢個孫堅同埋阿伯符咧，其實佢呢個對比嘅父子關係係幾有意思。但係陳某相比佢用咁明顯嘅即係比較溫暖嘅角度去寫呢一個孫堅同埋伯符最後嘅和解嘅時候，其實袁紹同埋阿元芳佢呢對父子嘅關係其實最後用咗另一種方法，或者比較隱晦地去處理。咁我比較有興趣係呢啲地方度着手，將呢個人由細到大點樣一步一步行到呢一個地步嘅過程寫出嚟咯。嗱，其實我都覺得好有趣兩者嘅關係。元芳同佢哋爸爸好似好接近，亦都好似好越嚟咁樣。最初兩父子關係唔錯嘅，但係當元芳個愛人俾爸爸殺死之後咧，個態度就唔同咗，變咗魔王。但係後來當佢爸爸知道元芳死嘅時候咧，又傷心到死咗嘅，所以呢關係好特別。其實有人話咧，即係畫畫咁樣，畫鬼就易㗎，畫馬就係難嘅。其實元芳嘅創作會唔會感受差唔多咁樣咧？冇錯，因為呢個比喻咧，我都用咗擺咗喺一個小説入邊，即係其實係關於佢入咗水鏡之後咧，其實係關於一個描摹人物嘅嗰個重點。因為你其實呢個比喻係喺呢個春秋戰國時期一個好有趣嘅比喻，佢就係講即係譬如話你話畫馬容易啲定係畫鬼容易啲，其實兩個説法都有噶嘛。即係譬如畫鬼容易係因為你從來冇見過鬼，你任畫都得啊嘛。但係亦都個説法就係話畫馬或者畫犬係最難，係因為你成日會見到。咁佢任何細微嘅部分似同唔似或者有冇神，任何人就算平民百姓一睇都已經可以發現。咁所以其實兩個説法都存在，而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可能的而且確佢父親同佢嘅關係係一個幾微妙嘅一個變化，而呢個變化亦都喺上冊同埋下冊嗰度係一個比較用心去鋪寫。咁所以點解會寫咗17萬字，就因為我比較有興趣喺呢方面去到深挖落去咯。嗱，其實係咪因為寫過程中你寫得好順，所以一寫17萬字寫咗兩冊出嚟？咁啊，嗱，你上次你小曼嘅時候，你話寫到頭髮都白咗好多。今次點樣咧？其實今次都一樣辛苦，譬如小曼再辛苦都唔算即係冇今次咁辛苦，係因為譬如小曼呢個角色可能我比較容易代入咯，因為譬如可能我不嬲寫開嘅作品咧，即係越係扭曲同埋奇怪嘅一啲角色，我係越容易代入嘅。即係小曼佢係一個閹人啊，咁妓男妓女咁所以呢個投入上我冇乜困難。咁但係元芳作為一個富家公子，但係佢係一個私生子啦。咁呢個角度可能係比較難處理，係因為上流社會嘅生活我真係冇乜經驗。咁但係我都會用另一個角度去代入，就係話如果佢作為一個經常同父親若即若離嘅角色，咁佢最重視嘅愛情嘅時候，其實佢嘅人生究竟佢會點行咧？咁我諗喺呢個方面，我係攞到呢個 handle，然後慢慢咁入手咯。嗱，義兄頭先你話咧容易投入咧，咁大家知道你好擅長寫愛情小説嘅。咁其實我哋睇你寫呢6本嘅外傳咧，我哋感覺就係其實你都係愛情小説嚟嘅，只不過包裝係火鳳包裝、三國包裝。其實你同唔同意咁嘅睇法咧？同埋你有冇將自己感情投射喺譬如話小曼啊或者咧元芳嘅角色裏邊咧？我諗其實如果淨係話愛情小説就好似都未係最涵蓋面廣嘅一個説法，因為譬如伯符應該係親情小説嘅家庭小説嚟，即係咪其實講笑啫？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我諗我處理小説部分即係外傳同陳某最大嘅分別就係話，如果我要玩橋或者玩場面嘅話咧，其實我一定唔會夠原著做得精彩。咁所以
我另闢蹊徑嗰方法就係話我係講情咯，即係人同人嘅關係。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原著佢令我哋好觸動嘅部分都係關於人同人嘅感情嘅部分，即係無論係某個角色嘅死亡啊、某段關係嘅消逝或者係某啲嘢嘅隕落咁樣。咁我就覺得其實即係最後任何故事，無論愛情、歷史或者科幻都好啦，其實佢最後打動人都應該係情同埋人性呢部分。咁所以我就無論每一本書我都係着眼於一個感情嘅塑造同埋深挖咯。但我感覺咧，講感情好黃義興式嘅，即係好悲慘嘅，即係全部都係呢個我覺得好有趣。不過你都講得啱嘅，其實即係所謂悲情，咪可能有少少回應就係我本身對愛情唔係一個樂觀嘅人，咁再加上就我覺得其實喺三國亂世嗰個時代咧，即係你要有一個比較完美嘅愛情或者比較完整由頭到尾都天荒地老嘅感情，其實係唔容易。即係我尤其覺得喺嗰陣時，即係連生命都咁朝不保夕嘅時候，其實你真係要有一個美麗嘅愛情，其實係冇可能。即係你追求結果。咁再加上我自己對愛情不嬲嘅睇法就係，如果有一刻嘅感動或者個過程 enjoy，其實個結果如何唔緊要。嗱，我本身咧對玄芳小説好感興趣，因為呢個角色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係一個好勁嘅角色，即係一個人可以係所謂一挑三，喺袁家又係嚇對佢爸爸啦，佢兩個兄弟啦，喺嗰個官渡之戰，對3個師弟都係應付自如嘅嚇。咁嘅勁人咧，其實你點樣評價咧？係咪你特別對佢有興趣或者喜歡嘅人物咧？其實我幾欣賞佢嘅孤傲啊，即係話佢唔會特別去到憐憫，即係除咗佢中意嘅人之外，即係因為我寫呢個玄芳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主題或者佢個自己中心思想就係話，其實佢只係中意嗰一朵茶花，所以非此即彼或者非此即所有，就係除咗茶花之外，所有嘢對佢嚟講都冇分別。即係無論係梅花，無論係任何花，甚至係草係樹，對佢嚟講都冇分別。所以既然佢最珍惜嗰朵花消失咗嘅時候，其實眾生喺佢眼中係冇別嘅。咁所以點解佢會係個魔王？點解佢會咁冷漠？或者點解佢對於其他人嘅生死佢可以完全不理，甚至佢八旗一嚼就先嚼當中最和平、最溫和嘅荀彧咧，就係因為咁解。即係我就覺得呢一點係我幾欣賞嘅地方。即係如果你現在即係我套用翻我哋現代商業嘅一個世界嘅角度，就係話一個唔係本家出身嘅私生子，即係亦都所謂嘅叫睇落係富二代，佢要入翻個大集團，佢要點樣能夠控制翻成個集團嘅時候，佢要做嘅就係玩緊啲商場上邊嘅策略同埋手敏手辣嘅遊戲。嗱，我仲未睇呢本小説㗎，但我有興趣了解佢成魔之道。點解早年好似無欲無求，識種下花，同女朋友一齊就算啦，到後來哇要攞天下，攞埋老豆條命咁樣。咁呢方面呢個矛盾，我諗我哋會興趣睇下小説點樣處理啦。嗱，呢個問題我諗好多讀者都想了解就係咧，咁你同阿陳某之間嗰互動關係點樣咧？係陳某影響你定係你影響陳某咧？其實不嬲都會有影響嘅，但係今次玄芳呢本書最好玩嘅地方就係我哋採用咗個共同創作嘅一個方法，就係譬如寫到臨近結局嘅時候，因為其實呢本書一早已經完成或者做緊，咁嗰陣時佢啱啱先畫緊玄芳俾阿楊清刺佢嗰部分，咁嗰度其實佢點樣死，跟住發生啲咩事，或者跟住張飛嗰啲部分咧，其實係嗰陣時大家都未知對方諗住咁做，然後我哋嗰個共同創作嗰個玩法就係話我寫啲嘢，然後俾佢睇。然後佢寫啲嘢即刻俾我睇，即係大家即刻拎出嚟比對，即係等同於《三國演義》入邊阿諸葛亮同埋周瑜喺個手度畫一樣嘢，然後擊掌講遊戲方法就係話睇下到時大家出啲咩。咁但係離奇地竟然譬如話喺大家處理三期去到送別玄芳嗰一幕啊，或者玄芳死嘅時候啲心態，即係原來大家都有啲不謀而合嘅地方，甚至係譬如話我寫咗啲嘢，跟住咧佢就拎咗某啲元素擺咗喺漫畫度。然後佢慢慢畫咗啲嘢，調翻轉頭又修改翻我嘅小説嘅結局，咁又咁樣互動玩咗好多回。咁我諗讀者睇會精彩，但係創作人就辛苦，因為呢個小説結局已經改咗唔知6、7、8、9稿㗎啦。即係話咧，其實唔單止你要認真睇漫畫，阿陳偉都要認真睇你嘅小説。佢對佢嚟講好痛苦，因為佢要不斷咁睇我嘅小説，然後睇完佢亦都要俾意見，然後亦都要再睇翻大家嗰個。發揮個空間有冇重疊，有冇矛盾咁樣？嗱，其實好多人認為你嘅外傳咧係對漫畫嘅一種補完，
咁但係我睇44期咧，我覺得係陳某係補完你添，所以其實互動關係相當有趣㗎。阿二兄啊，第7本佢會係乜嘢啊？你想睇咩博士？我哋 open kitchen 都冇所謂嘅，你想咩我哋就煮咩。嗱，其實我都想睇，譬如水鏡先生究竟呢個咩人啊，個個都特別。但係因為我而家睇緊元芳嘅故事咧，我就對於楊修好有興趣啦。即係點解突然間爆咁勁嘅人出嚟？究竟來龍去脈係點咧？呢個即係《楊修外傳》，我估會有會好期待，如果有嘅話。我知道其實好多人對楊修呢個角色依家都好熱衷談論，咁我都希望可以寫佢，咁我就應承各位佢一定會有外傳。咁但係咪第7咧？咁就都仲要同阿陳某商討一下先嘅。其實我哋可以啲讀者投票啊，睇第7想睇邊本啦嚇。都可以喎，不如咁我哋下次就可以試下搞下一個。係喎，互動喎，讀者互動票選啦，最中意睇咩就睇咩，甚至係譬如最高分嗰3甲，譬如話佢明知出唔到外傳，但係都好想睇下角色，然後將嗰3個嘅配角合成一個嘅合著咁都幾好嘅喎，即係嗰啲等於我係三國志乜乜乜列傳嗰啲咧，陳李張黃河嗰啲咧。咁好，good idea，約定你下次，好係咁，拜拜。